來看今年台灣西部的雨量是75年來上少，水情是真緊張。中央針對新店頭前溪推出農民省水試辦的計劃，農民若願意配合用水管理的規範來修建，1公頃是會當領16萬塊的補助，這嘛是有史以來上懸。規片攏報殘報廢水道，即馬可能因為欠水，要停止建造。全國水情緊張，政府宣布在新店頭前溪試辦農業省水計劃，只要新店農民願意配合修建，1公頃上濟會當領到16萬的獎勵金。沒下雨是沒水啊，水越來越少，對你們影響越大。當然會，哪怕剛好收成的時候啊。農民有反映，水門馬上就關了。然後呢，有一些沒有申請的農民呢，其實他的稻作也都受到影響。然後雖然他整個來講補助款很高，但是實際上他的申請期限，就像有部分農民反映，他是從20號申請到31號。民間團體認為，新店有科學園區，新德地區水資源攏愛燒搶，但是農業用水欠缺科學管理甲制度設計，呼籲政府愛加入農業用水流量監測機制。我們認為在新竹地區水資源很重要，但它不應該就是大家變成在搶水，農業、工業跟民生應該要互相共好。那個共好呢，在農業的部分，其實應該要協助農民導入智慧灌溉相關的設備跟措施。根據水利署的資料，目前新店寶山水庫水量存23%，寶山第二水庫存25%。即馬敢若會當望天公伯趕緊落雨，互欠水的問題量早解決。記者杜君豪，新店報道。